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6月初2，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蔡英文总统亲身主持国内头一只4000栋职坎的建准嘉义南号名甲漏水运转的典礼。苏贞昌院长讲，民众开1000万票面3000的振兴3倍券，要让人民好用好领，对经济阁好刺激。但有真侪国家宣布解除封锁，接纳入境的名单，有的说拢无列到咱台湾。外交部讲的质量搁再沟通。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咱国内今日同款嘛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病例，尤其已经连续51天拢无发生伫咧国内烧胃病症的患者。目前治病人数是443人，其中427个病人已经复原出院。咱等下来听陈市长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我们今天仍然没有新增的案例，那累计还是跟昨天一样，有427人解除隔离。那世界情况其实还是持续在增高中，近7天的案例，跟这原来的更早的7天这样比起来，世界都增长得很快。大概每天都平均以10万人的确诊案例，这样在增加中，所以还是要持续，对于在疫情要持续注意。虽然这回咱台湾伫咧对动传染症真受世界恶扰，不过当有真侪国家开始咧宣布解除封锁，要接纳人的国民入境的名单，有的说拢无列到咱台湾，这个阁是拢含咱真有往来，亲像日本、希腊、纽西兰、澳洲这几国。但外交部已经指派驻在因国内的代表处，尽量去说明甲沟通。我们已经请我们相关代表处，也透过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管道，已经向日方表达要将台湾纳入在开放名单当中，不管任何国家，因为我们没有先开放对他就不开放我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尊重，但是就政府的政策来讲，我一定要先确保我台湾2300万人民的健康跟安全，这是我首要的一个目标。讲到希腊这国解除封锁的名单，哪会无咱？外交部表示讲，因目前是敢若针对有直接对背的国家，才会列入去敢有要开放的对象。那咱台湾家己对海关边境的管制嘛，阁大真硬，即阵拢还无开放到任何国家会当完全无制限自由入境来咱台湾。另外，讲到美国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外交部嘛讲有咧斟酌了解这件代志所会造成的影响，通就此研究出咱国上界有利的对策。早起行政院正式公布民众开1000万票面3000的振兴3倍券详细实施的办法。苏贞昌院长亲身出面说明讲，要让人民好用好领，对经济阁好刺激。看咱1000开落去。要换纸票，还是要入入去信用卡，还是讲坐电车咧有的悠游卡，甚至用手机纳钱的行动支付，照拢会应咱的利便。行政院推出振兴券，名叫做3倍券，初期正式对外宣布。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主持记者会，强调叫3倍券是因为1000比3000，而且有3大原则：好领、好用、好刺激，每一个人拢会当领。我们3个原则就是要好领。要好用，要好刺激，同时最温暖。所以3好1温暖，怎么好领呢？全国同胞都能领。那有的是还没有拿到身份证，但是他是我们的国人的配偶，这个我们都一律发给，这个都没有问题哦。当然包括我们有中国的、港澳，还有其他外国的。振兴3倍券1000换3000，7月15开始实施，期限到今年年底。有4个管道会当领，实体纸本会当到邮局，也是比较脆暗2点控的方式。7月开始，伫4大超商拢会当预订。非纸本的方式会当使用电子支付，电子票证也是信用卡，但是需要先登录。消费3000，政府可以退2000块互你。另外，对120万名中低收入的民众，是无需要纳这1000块，个会当直接领到3000块。为食食、夜市相款艺文活动，也有高铁代替，拢会当使用。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当你开始绑定，就开始累积消费。你如果绑定完之后发现另外一家优惠更好，你就取消绑定。不过那个你之前累积的也就一起取消了啊。5000的这一个券呢，有4张，500的有4张哦，无加码哦，过来200这有4张哦，这个是1000哦，有5张哦，1000呢变3000。
苏贞昌强调，以往大家关系出国度假，但是即马因为疫情，边境风险严控管制，但是即马国内疫情较稳定，拄啊好个人会当利用振兴券伫国内旅游，毋但会当振兴国内的经济，嘛会当加看台湾美丽的风景。但是为虾米要等到7月15才会当使用？苏贞昌回应是好日子，嘛是暑假的开始。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蔡英文总统嘛亲身主持海巡署委托台船公司所制造头一只4000吨级坎的舰船号名甲落水运转的典礼。这只海防船号名叫做嘉义蓝，船顶有配定海的火箭飞弹，也有设负压力隔离的病房，挺好支援直升机救人的任务。这也是目前国内上界大只海面巡防舰。请接盘。国内上大的海巡蓝艇，头一只4000吨级巡防舰举行号名甲落水典礼，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并且号名嘉义蓝。可能嘉义县内渔业产量是中部县市上济，也算是政府国难国助，提升国防自主的决心。嘉义蓝搁较有兵舰转换功能，未来也会当前往东沙、南沙周边海域执行海巡任务。嘉义舰除了具有平战转换的功能，舰艇上也有手术室，以及负压、隔离、病房等医疗功能的舱间，也能为台湾海上医疗救护能量写下崭新的一页。4000吨级巡防舰会当承受10个强风，续航力超过1万里，配备有定海火箭弹系统。医疗设备更加升级，有负压隔离病房，更加会当提供海军直升机临时助燃，执行人道救援工作。和0.5寸机枪各2座，还有1座2.75的火箭炮。我相信从此以后在执行护渔的时候，只要我们的渔民看到这个船大小那个心里整个就安定下来了。这个我相信一定是如此。4000吨级巡防舰由台船承租。一只造价大约28亿，计划建造4只，落水了后预计用半年测试，有希望伫年底交南后野，将会当增强咱国的海防战略，应应日渐升悬的军事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咱国来讲，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这也引起美国川普总统放声，讲要用经济手段来制裁。早起，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是打出来讲，这款机动伤害到阮，对恁家己嘛不利。伊甚至搁再问讲，无美国即摆嘛发生民众落去行街路喊话抗议，川普总统，你敢毋是往那大硬处理咧？中国硬要送香港版的国安法，引起外界的讨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初二亲身回应，强调香港国安风险过去1年来一直在称悬，香港人生活在惊吓当中，香港政府是无可能当作无看。有一寡代志，中央若是无出面，是真歹解决。针对各国批评的声音，美国总统川普讲的实施经济制裁，林郑月娥是呛讲，这是两败俱伤的代志，嘛批评川普用无共款的标准来处理美国的动乱。有人話：我哋香港呢個社會仲係咪 rule of law， 定係變咗個 rule of fear？ 針對喺美國出現嘅騷亂，點樣係被當地嘅政府處理？相對於去年香港發生差唔多係同樣嘅暴亂嘅時候咧，佢哋又採取啲咩立場嚇？林鄭月娥強調，香港是美國碳貿易順差上大的經濟體，和美國免簽證的待遇。香港版的國安法佇咧香港引起各界的討論。香港中聯辦講，收到292萬香港人的簽名支持立法，包括中大在內等5間大學的校長嘛支持。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是煩惱講，香港匯率的制度會因為美國的經濟制裁受到衝擊，讓香港失去交易中心的地位。港幣嘛會面臨到大幅度的落價，因為安尼計劃發起長期罷工，要招10萬人站出來對抗惡法，甲國際發聲。香港三復建立數10年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於毀於一旦。香港支聯會當年伫咧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綠樹接光暗會，悼念伫咧天安門事件被殺害的民運人士。不過，這項全球上大的綠樹紀念活動，香港警察今年已實施防疫措施，禁止8個人以上群組做理由，禁止舉辦聚會，是30年來頭一屆。針對這點，香港支聯會是採用代替的方案，以8個人一組的方式入去公園，嘛透過網絡直播的方式來延續落去。不過林鄭月娥是回應講，若是認為決定無公平、無正義，會當透過上訴的機制來投訴。記者綜合報道。
进前美国一个非洲血统的查甫人去互白人的警察颔棍吹甲无气，这桩意外事件，唔但引起因国内民众的抗争，当地连纽西兰、德国、英国，佮有加拿大，嘛拢有人行上街路，要求政府都要重视种族偏见甲冲突这款问题。美国回的男子弗洛伊德遭到白人警察戴着阿妈棍死亡的事件，唔但伫美国引起激烈的街路示威，反种族歧视也散布到世界各国。为纽西兰到爱尔兰，各个德国、英国，拢出现为非裔族群平反的声音。At a minimum, the officers involved in Minneapolis have to be charged with first-degree murder. I really believe that the problems that they have is nothing to do with a few bad apples. It's an institutional problem, and it has to be addressed. 伫英国伦敦的示威，是因为警方想要争取国会广场的一处交叉口，甲民众发生争执，最后爆发激烈的冲突。The police came and they made it violent. They came and antagonized us. We were protesting peacefully. For far too many Canadians, the images and stories coming out of the U.S. are all too familiar. As a country, we can't pretend that racism doesn't exist here. 伫加拿大的蒙特娄也出现数百位的民众上街和平示威，警方伫边仔密切观察。总理杜鲁道表示，弗洛伊德的死会当作为家己国家种族议题正做核实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这个黑人的男性去互白人的警察颔棍算8分外钟才来断开。当伊的亲人嘛聘请民间的误作，就是独立机关的人员都去验尸，判断讲无疑误，确实是他杀。各地头沉，已经连续刷控期1礼拜，上无嘛掠4400的百姓起来了。川普总统佮发声大言讲，地方政府若无再条收煞，伊会派军队出来啊。美国会的人士弗洛伊德去警方戴阿妈棍死亡，各大城市经过1礼拜失去控制示威。美国总统川普伫咧初一下晡发布落实宵禁进程，伫咧白宫发表大型的言论进程。若是各州无法度解决失去特殊的暴动，也引用西元1807年的暴乱法案，派军队来结束乱象。If a city or state refuses to take the actions that are necessary to defend the life and property of their residents, then I will deploy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nd quickly solve the problem for them. 早一点仔，川普才甲各州州长、执法甲国安官员开会了，会中批评多数州长收过头两者。伊伫咧演说的时阵嘛，搁一解讲到官员应该搁较强势，认为讲受气的报道已经侵蚀和平示威，而且甲问题指向左翼无政府的主义者。These are acts of domestic terror, the destruction of innocent life, and the spilling of innocent blood is an offense to humanity and a crime against God. 在伫川普演说的时阵，白宫外口，警方手提盾牌徛几排，而且佫有催泪ga스甲手榴枪支弹落，抗议民众哀哀叫，佫死架走。后壁佫有机警甲双方对射封锁，佫向外口来杀。过无偌久了后，川普去互看到伊出现，用行路的方式去顶一搭去互迫害性约学教动，就摕圣经来做回翕相，落尾佫引起宗教界不满，美讲川普为着翕相，转来派警察来拼场。同一天，弗洛伊德家属请的独立尸检团队嘛发表报告，讲弗洛伊德是因为无法度喘气转来死亡。The evidence is consistent with mechanical asphyxia as the cause of death, and homicide as the manner of death. 独立尸检报告指出，弗洛伊德的健康状况真好，毋过阿妈棍甲脚趾片受到连续性的压迫，转来无喘气死亡。甲官方讲的，弗洛伊德有心脏病，而且体内有有毒的物质，结果完全无共。等下迄当阵代志发生的现场，明尼阿波利斯市，规涂骹的花甲足花的卡片，拢是要献互弗洛伊德。伊的小弟挂喙按后颈伫来小白阿兄，而且谴责各州失去控制的示威抗议。Y'all doing nothing because that's not going to bring my brother back at all. Let's do this another way. Let's stop thinking that our voice don't matter. That's right. And vote. 社群媒体包括面册、Twitter、Snapchat 做伙呼吁停止歧视。面册创办人萨克伯格甲 YouTube 宣告，会分别投入去3000万新台票甲30亿新台票去宾馆组织。伫咧美东时间初一下晡5点，包括 NTV、尼克儿童等等真侪频道，伊有向连胜的46%表乌幕来支持黑人的平权运动，悼念弗洛伊德。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国内上届新的消息，
6月下旬，立法院拍算会召开临时会，主要就是要处理监察委员、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还有考试委员这3条案。时代力量这党嘛讲，临时会若要开只，香港澳门特别条例甲中华航空正名的公投，这也着要做伙处理。若军事性大回头，要求所有这机关的提名人一定要中立，袂当去受到党派左右。本届立法院会期，民进党团将伫今日提案，请立法院长游锡堃伫6月下旬召开临时会，主要处理监察院、NCC、考试院3大真诉案。不过时代力量党团提出的华航正名公投已经过1个月领导协商，时流党团有加催告，将提案伫临时会处理议案。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华航证明或者说港澳条例的部分，我们都觉得还蛮重要，有可能会在这个部分来做处理。这部分一定会支持。我们在台湾本身的认同上面，其实实际上我觉得是蛮成熟的。这个华航改名的事情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的敏感度啊。那有时候这个需要长期的规划。不过民进党团讲，华航正名甲护照换名伤过敏感，有关需要审慎评估，甲行政部门各沟通。国民党团是针对考监甲 NCC 人事案，尤其 NCC 人事案将全力阻止。如果是 NCC 要出来当东厂打手的，我们当然一定全力杯葛反对。主要我们没有预设立场，要看他提出来的人选适不适当。关系监察院人事，虽然总统府还未提出，不过前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接任监察院呼声未细。国民党团表示，考试院、监察院拢是独立机关，人事权一定要超越党派，独立行使职权，会等名单确认才观察。考试院争议较细，国民党会进行实质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来讲6月初1，也就是昨开始，医疗用的喙炎又搁开放自由买卖。云林西里一间由身心障碍人士落去换机台生产喙炎的庇护工厂，昨早起8点开放网络注文，2点钟内订单就骨落清闭，业者嘛赶紧打档。过来下晡4点开放60个民众现场入去买，嘛是10分钟内名额就满了。喙炎的见面6月开放，大批民众来到云林西里这间喙炎工厂排队来买。但因每天只有60名名额限制，有一寡民众提早1、2点钟来排队，希望等买一寡喙炎来备用。就想讲爱用，遐囡仔咧外口爱用。囡仔用就对。怎么没有想说去药局那边买？一片5块，这里一片4块而已。比较便宜就对了。哦。喙炎工厂的人员为一下早就无闲赶工，因为这间喙炎的工厂。是国内第一间专门制造医疗及病民喙炎的身心障碍者配合工厂，成立到现在已经3年多。喙炎今年解封，为1号下早8点开放预购，但因为接单伤济，2点钟后紧急公告暂停开放来订。如果预购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只开放网络订购。那但是，我们在8点有宣布说要开放预购，但是不到30分钟时间，已经超过2、3千则讯息，那这使得我们突然有点难以消化。业者表示，喙炎工厂主要工作者是由6名身心障碍者来负责，每天生产量有限，产量上悬25000片到3万片，目前以订单来出货。有订的民众耐心来等待。记者有年报道。咱来讲，去年一个爸母拢来到台湾食头路，1年的婴出世才5个月，就去治疗一款罕见的病症，叫做幼年型慢性骨髓性的白血病。讲到要换骨髓，若无连性命都有危险。加在老母的骨髓配落去含医学，但经过中山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手术甲治疗，目前这个婴体内造血机能已经正常，会当顺时出院了。1年级小女童心塔，目睭真大对世界看，妈妈将伊抱伫身躯，相当感动，甚至目屎阁流落来。因为第5个月大时，先入被诊断出罕见的疾病——幼年期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如果若是无接受骨髓移植，可能就危及着性命。现在世甲一般的小朋友同款，心态爸爸妈妈相当感谢医疗团队的努力。毋知阮查某囝好啊是毋好安尼啦，都。听讲，迄个是一种阮查某囝的病，有足算阮迄边的1年的病，迄是足严重，迄嘛无多
无多医。中山会议表示，根据全球统计资料，幼年型慢性骨髓性的白血病，类别愈只有100万分之一。若是要骨髓移植，上好的关键是完全符合兄弟姊妹，几率大约有25%。不过，心头无兄弟姊妹，而父母甲囡仔符合率平均只有2%。加在上尾啊，心头甲母亲配对成功，不过因就业移植难度，还有感染的风险，嘛考验到医疗团队。移植过程会很多并发症，例如像排斥、感染，还有肝阻塞性疾病啊。那越小的小孩，像那么小的小孩，越小的小孩越容易发生的肝阻塞性疾病。心头5个月大时就接受骨髓移植，经过将近1年继续治疗，医疗团队评估伊的做血功能是完全恢复，嘛顺利出院。不过后续要继续来追踪是毋是有肝阻塞，或者是感染的状况。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讲6月初7开始，台湾的大规模改制宣布一寡封锁令。早起新北市的侯友宜市长嘛去到蘆洲区公所，关心第一线的公务人员接纳民众申请纾困补贴这服务案件的过程。侯市长嘛表示讲，国内尽全力配合中央，推动迄张振兴3倍券，下心情变好经济，赶紧复原。感谢哈，谢谢大家，谢谢市长，谢谢大家。一透早，蘆洲区公所就有不少民众摕到假金簿啊、户口名簿，前来申请急难纾困金。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也前来会面同仁，骄傲表示，新北急难纾困案是全台第一，并对中央正式宣布振兴券发放。侯友宜有缘无袂记哩呼吁中央考虑发放现金的可能性。发现金是一种简单、快速、有效，但是整体的评估如何带动经济的更大的动能，这一个部分，我想中央它必然有一个完整的思考。中央预计6月初7进行改进，也不过防止疫情随时变化。台北市府初2进行国内若出现本土病例的复防演练。侯友宜强调，新北市对疫情掌握精准，收防拢会当弹性调整。新北市对疫情一定掌握得很精准，经过专业评估以后，收放我们都能够完全掌控。对名嘴夜聊侯友宜甲陈时中联手逼指挥中心一击开设。那指挥中心发稿澄清，侯友宜也表示，甲中央一向是同齐合作，大部分的时阵只是提供建议，现阶段爱将心力放伫拼振兴。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落来，咱来讲高雄市教育产业工会，这个老师所组织起来的团体，早起出面亚讲市内中正国中伫咧因行政助理，本地考第1名的人士送去到市府的教育局，煞去互对方拍翻头，共迄天阁发表换第3名的选手录取，莫非这是有内幕伫咧敲测？教育局这边是回回讲，会安尼先拍算，一切拢有照法律行，甲政策伫咧办。检讨之后我是觉得教育局怎么会做粗暴？学校考试录取第1名有错吗？教育产业工会秘书长摕咧公文讲甲气噗噗，原来中正国中竞选行政助理已经录取单性助理员，甲人事案送到高雄市教育局以后。教育局却发函要求重新检讨，而且伫同一天发布新的人事案，直接录取区市助理员。在他们从检讨的时候，电话指示要录取教育局的指定人选邱某某，当天发生市政府说要录取邱女士了，这非常夸张。区市助理员考试的时阵是第3名，第1名无录取区市助理员成为专业的考量。我们有评估要让他去所谓的办理所谓的营养午餐的业务。那这个第3名他又待过那个新北市市场处，对于所谓的这食材采购非常有经验，所以我们才会决定第3名。我们就是以照顾北漂青年优先，就是他们同样的优秀情况之下，照升迁法来讲，那他们都具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资格。教育局表示，因为要照顾北漂青年转来高雄服务的政策，有提供40%的名额，予北漂的老师转来高雄服务。公务人员嘛是以外地青年优先，一切拢按照公务人员的申请办法，外界唔免过度解说。记者陈依莹、明交馆高雄报道。讲到唔免过度解说，新北市国立交通大学内底学生会联合会，当有开放要现金补贴
户口设伫咧高雄的同学，6月初4、初5，听我去坐倒转去故乡的专车。当有人伫咧质问讲，这敢毋是要导人转去转票，罢免韩国瑜市长咧？学生会出面解说讲，因为学期的期末考甲毕业典礼的时间到，才会设专车，互同学坐，毋免解说过头啦。高雄大学学生联合会2号在网络顶端抛出返乡专车，提供车票现金补助，每一个人300块。专车要在4号甲5号发车，而且限制户口设在高雄学生才有资格来坐。因为日期接近了高雄罢韩投票的迄一天，讨论一出，马上引起了外界讨论的声音。觉得跟什么东西来做连结啊？应该就是投票吧。我是觉得还好。还好哦。那你觉得这样做这样陪妈妈专车好不好呢？我觉得 OK 啊。6月6号特别举办罢韩投票，国民党高雄市党团是针对专车提出的质疑，更加怀疑资金要为倒位来。那为什么独后高雄的学生，这是让我们质疑的地方？难道真的背后没有其他的绿色的资金的介入吗？所以呢，这边我们要提出郑重的这个质疑。对于学生联合会是提出解说，这礼拜是学生毕业典礼甲最后一届考试，为着要让同学拢会使回去厝的陪厝内的人，再提出专车这个活动，外界唔通过多联想。我们预期会有可能很多同学会有一个返乡的动作嘛，那我们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专车的服务，这样子就其实事情很简单，只是我们认为外界可能有点太多想法、太多臆测了这样。专车活动目前已经有超过50名的学生提出申请，学校方面是回应，这是学生自发性的活动，在经费的顶悬，学校方面并无补助，也未去介入。记者新竹高雄综合报道。武汉肺炎酸糖经济大严重。去年年尾，电子业的大公司宏达国际电子都已经有裁员1摆，等到无到半冬咧，又搁要遣散一寡骹手。宏达电这边是证实讲，这是将内部的人力调整互搁较值钱，才通降低经营的开销。今年正月到3月头一季，宏达电一股是了2块过5分，这也是近来7季了上少的一遍。尤其营业的毛利率，搁增加起来到26.2%，这也是连续第9季所谈的利润继续伫咧抗悬。总是宏达电公司表示讲，整体的经营压力同款真大，但才会决定将内部的骹手调整互搁较值钱咧，通好继续一再提高组织的品质，尽量降低经营的开销。咱搁来讲，进前有真侪台湾投资，毋过登记伫咧外国，这的渔船拢有驶转来外环靠港。毋过即寡渔船顶头的外国渔工，一来袂当入境来台湾，二来也无法度登去因家己国内。早起民间团体就出面批评讲，即款问题是三不管。尤其这渔工工作的时间拢真长，望渔业署甲劳动部都要看好紧。影片当中，拍马赛克的菲律宾渔工伫挂接万纳度的台湾渔船顶头工作，伊接受绿色和平访问，控诉伫即只宽渔船顶头工作所拄到的无人道对待，包括逐工爱工作20到28点钟，佮食袂饱。Nanghihina ako ma'am, sobrang hina ko, naantok ko doon magtrabaho siyempre kulang sa tulog, pagkain pa ma'am, bitin sa pagkain, kulang sa kanin。即只宽渔船疫情期间进入台湾，外籍渔工拢无入境的证明，造成因无法度以合法的方式返去家己的国家。劳工团体批评，现行的法令根本无法度保障宽渔船顶头渔工权益甲安全，主管机关全部拢结供结困。如果真的有人口贩运的话，你不用处理吗？渔业署他就一直在这个装无辜，劳动部呢，他是在装什么？他是装睡。民间团体指出，国内规范宽渔船的相关法令定针对非法渔业，但对渔工的保障煞一句拢无讲到。对此，业署表示，若牵涉到人口贩运的移送地检署，但其他事务正歹介入。国际上传奇国主义这样的一个惯例哈，那对于整艘船的相关的事情哈，我们在国际的规定上，我们很难介入来处理哈。有关宽渔船顶头外籍渔工进入台湾完成检疫了后，煞无法度出境。业署说明，已经报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经过核定，因就会当顺利来离开。记者林文曾志成台北报道。
来关心中部的消息，台湾电力公司有计划台中火力发电厂内底2只机组要重新开落去跑，早起嘛先去龙井遮开说明会，毋过都未敢报咧，现场就有民众大声伫咧喊反对。发电厂的厂长强调讲，期待重新运转实在是有必要。毋过台中市环保局嘛打真硬，讲会紧看发电厂这边是毋是一切拢有照法律的规定行。8月上午10点，台中市龙井区复顺工程陆续来了780位的乡亲，针对中火要重新来开23号机组，因有烦恼，希望台电会用做好空污防治。我是无赞成啦，因为空气拢足歹啊，环保我无爱做好，安尼则搁大家搁参详。莫开是较有较好啦，火计金迄是一种讲，嘛无讲介迄落啦。因为你。煤的燃气机组越多，当然对空气越不好啊。一半以来哦，拢无要烧的，空气够变好。稍微改善。但是参与的地方代表就无咧客气，因质疑中火根本就无事先来沟通，用数字来骗大家。咱都听人做西工啊，起码偌久唔要听人做西工啊咧，安尼你个要搞开咯。针对这个问题，台电台中火力发电厂的厂长回应，中火23号机组重新来开动，除了有电力调度面顶的需求，嘛符合着中央啊地方的法规。但是台中市环保局嘛态度强硬，表示未来若是违法的行为，会依法来执行。许可证的效力是目前是在所谓的我们的申请载年的一个过程中。那依照法令，我们在申请载年的过程中，我们事实上在还没有核准之前。那我们是依照原来的条件，可以进行所谓的启动的一个条件。台电硬要凹说这个部分是在有效期限，可是事实上前提是它已经先被我特照了。因为先前的重大违规。针对台电伫台中市龙井区厂区所在地召开地方说明会，台中市环保局表示欢喜看到台电甲地方沟通，但是若是要重开中火20号机组，还佫需要来依法行政，嘛希望中火伫减煤甲增加机组发电面顶的效能，佫再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中部阿里山松林铁路独立山车头一搭，顶日因为大雨，就甲山内土沙拢淹落来，火车袂得过。赶紧排解了后，5月31有佫通车一天。上知影讲早起嘉义往12路这站往回有2班列车，如果因为大雨所造成的损害，无法度通车了。因为就是铁轨路两边的土石放落去，阻挡着列车所行的线路。阿里山松林铁路26.88公里遮，接近独立山车头的地数，早起煞又佫袂得过。土沙淹去铁轨路有20公尺长，工程人员已经入去山顶现场排解，已经拍车单的民众嘛会当办理退票。另外，松林铁路的主管机关也会针对这则路段两边的挡土墙遮的工程落去设计改善。阿里山国家松林游乐区内底，竹山、礁平甲新木这3条支线，目前依然是保持正常运转。火车讲完，咱来讲轿车。测车速禁慢的器材，目前是还无全国性统一检验的标准，这也时常引起议论甲争端。因为速度测了若无准，是要安怎讲法呢？但交通部道路安全委员会这边是表示讲，已经有咧制定检验的标准，目前是先信用地方政府的判断，总是测速度的机台一定都要会准，才会当开落去甲人翕相执法。第61线西滨彰化路段的区间测速器，顶日因为系统的摄影机时间有走蛇，造成错误的记法，后来撤销1000外张的罚单。区间测速器的设备精准度引起质疑，全台湾有8个县市暂停使用。交通部道安会表示，地方政府只要加确认精准度，亲像是定时校正、甲配人工的复杂，拢会当恢复执法。系统最主要自己要有侦错的功能哈，比如说系统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系统自己本身要有一个 warning， 来告诉我们的厂商跟执法单位，他知道哪边出了问题，我们的人工要复核。数据显示，用区间测速器的路段发生事故的几率拢有明显下降，亲像是北宜公路无测速进前，逐个月平均的车号是3.27件，有测速了后降到1.64件。人讲是死亡路段的台中市沙鹿区向上路6段，逐个月平均的车号嘛为超过33件降到差不多18件。消基会建议交通部区间测速器应该要更较精准，若有停档的时阵嘛要有配套的措施，安尼才会当提升交通的安全。宽容值定的不一，这样子的话也会造成民众的驾驶行为不一，然后产生每一个人开的速度的差异性。
那有差异性的话呢，我们就会容易变换车道，容易超车。那这个都是肇事的潜在的因素。李克聪认为，执法是交通安全上尾的手段，地方政府会当优先以交通工程来改善危险路段的环境。也若区间测速器，嘛应该赶紧有国家的标准，确保执法正确。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新庄乐生疗养院园区重建的计划，目前有拍算出入口会设处处车的坡道，拢总会设8连。讲起来，对轮椅骑楼是真无利便。虽然住伫咧院内，这人士拢讲真反对，毋过卫生福利部也是有甲这站工程的石头冒出去。当乐生自救会也提出告诉，要甲法院申请这站开发案，就要暂时冻点。为这环评却已经开始准备强制施工的悬空路桥案是长成这样的。乐生园区新起的天桥分做3阶段来施工，即马敢若剩乐生旧大门边的入口还未完成。毋过院民指出，入口甲桥面超有9公尺的关系差，若是路架起好，伊家爱驶轮椅坐8连才会当上桥，根本就是要讨因的命。这天桥我哪会当通用？但我手安尼用，天桥是9米悬呢，要倒来就安尼挖来挖去，挖来挖去。根本就是要爱阮的命就对。相关团体真侪改开记者会，反对这个重建方案。卫福部也是把入口的工程发包出去，可能上近7月份动工。毋过律师表示，乐生疗养院过去因为坐稳新增机场的工程，山坡地山骹去互污掉。毋过入口工程还未进行环评，若是凊彩的开发，可能有地质风险。院民大家非常反对的那个电梯跟那个8次回转的那个的路桥，它已经发包了嘛，所以我们会在今天同时申请假处分，请求停止实施开发行为。在13年前呢，当时的行政院长，也就是现在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其实就是承诺要重建乐生的人，希望他当时没有办法全面的保留乐生院的这个遗憾，这次2度的担任阁揆，能够将这个我们称作人权补考可以把它补考回来。乐生自救会正式提出诉讼，而且向法院申请加处分，请求暂停开发。毋过行政院甲卫福部中道进程还未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回传染症，真侪经过学校办出去外国实习的大学生，大多数拢已经转来啊。下学期年尾就要到，各大学敢会继续安排学生出国去上课学习呢？目前中华科技大学是决定拢要取消，实践大学是打算同款要照行。这场疫情，和中国香港、澳门学生暂时无法度来台湾，大部分伫咧国外实习短期交换台湾学生转来台湾。大学是一直带着疫情来调整，面对8月新学年，港国爱送学生去国外实习或者是交换。我们大概3月份学生从法国回来，我们同时就停办下一届，前置作业蛮多的。来不及，不是说出去要出去就可以出去。疫情无法度预料，阁有签证要大的所在，这款代志，中华科技大学决定新的学年海外实习拢取消，改甲各大业者合作。实践大学要伫咧6月初3，为9月出发去14国，拢总38间姊妹学校59位学生举行授旗的典礼。万一呢？我们要去的国家或地区啊，它疫情还是仍然很严重。那我们到时候有第2个方案，取消，会改成在国内实习。期待9月时阵疫情更较好，本地学生学习会当正常。即马大学是希望政府赶紧来公布境外学生什么时阵会当来台。他们的入台的签证到期了，他们很多东西必须要自己来打包啦，毕业证书、离校手续必须自己要亲自来办理等这些，所以他们都很着急。陈振贵希望政府6月中就会当解禁，上限莫超过7月19。若无8月初2新学年，阁有本地生的学生甲其他境外生的学生，烦恼是无法度做出上介好的应用。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总是目前上界新的产品要设计，就要考虑减少病症消毒的问题。当有一间老牌的电梯厂宣布开发出头一台多功能的卫生电梯，唔但会当消毒杀菌，阁会当化声起落楼，也是用过笔的，唔免去饲无档，较袂抹来抹去，增加染到病毒的风险。伫咧疫情期间，为着避免接触的传染风险，会当看到民众用圆珠笔还是锁匙来饲电梯。毋过这款的动作，煞会互饲的所在损害较紧。不过即马坐电梯除了用饲的，你嘛会当用讲的。去5楼。
去10楼。关门。敢若需要清楚甲老站讲出来，市的所在地水滚起来。老牌电梯大手开发出全台湾头一座的防疫电梯，唔免用手来试，第一当透过声音，也是顶下叮当的手势来控制电梯减少接触的风险，全部拢是靠这粒新型的专利设计。它是利用电容式的感应，那电容式就是大家熟知的，我们手机就是用电容式的。那利用电容式的感应呢，然后可以在0.5到1公分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触发它叫车。而且佫唔那安尼，电梯门边佫有设红外线消毒，休眠的时阵嘛会自动启动紫外线杀菌，多种技术甲密闭空间内底病毒汰掉。业者估计，防疫电梯会当替专利接单的目标增加5%至10%的成长。我们也看好，就是所谓的非接触商机以及所谓杀菌的商机，在未来市场上的一个反应。我们可以预估它在整个市场未来。我们的营业推广应该可以有5%到10%的一个成长，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预期。因为有低消毒甲声音控制手势等等的功能，防疫电梯嘛比一般电梯加出8%至10%的成本。后疫情时代来呀，业者上准零接触的商机，未来推扫防疫电梯去医疗医所甲防疫主体。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关心医疗的消息，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公布上届新的报告，平均测4分42秒经过，就搁加一个民众得到癌症。新发生癌症的人数是11万过1000几人，比较去年增加5000多人。其中大肠癌已经连续12档，是上届侪人去治疗的癌症。近来增加上侪是女性的咽癌甲大肠癌，加在量早发现的也未少。台湾人癌症发生的几率是愈来愈悬。国健署公布106年癌症登记报告，新发生癌症的人数是11万1684个人，比前一年增加5000多人。十大癌症发生的人数上侪是大肠癌，有1万6000多人，已经连续12年徛头名。过来是肺癌、女性的咽癌、肝癌，也佫有口腔癌等等。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的所谓的饮食的习惯也好。肥胖实际上是一个原因了哈，这个实际上都是有相关性。国健署表示，十大癌症的排序，甲前一年差不多，除了排名第8皮肤癌、甲第9的胃癌顺序交换。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咽癌、甲大肠癌发生的人数甲几率是增加上侪2种癌。我觉得他们的生产的时间稍微晚了以后呢，生育年龄比较晚，所以这个时候可能的保护 factor 那个因子也会比较少一点。另外，调查佫发现讲，癌症的时间佫变较紧16秒，平均4分42秒就有一个人得癌。男性的食道癌加口腔癌发生率是女性的14.2倍加10.7倍。那步槟榔的人得口腔癌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8倍。那同一个时间有步槟榔、食薰佮啉酒的人，几率是123倍。因为安尼，国健署提醒民众唔通食薰、啉酒佮步槟榔。那定期做癌症的体检，会当降低死亡率佮提悬存活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下国外较趣味的消息。新加坡伫咧武汉肺炎摊开了后，市区无人行搭，水獭嘛开始出来四界闹。近来阁有一只水獭去甲人吞食一尾私人饲伫咧鼻仔内的鲤鱼。不过新加坡的李显龙总理也是提醒讲，望民众都要和身躯边的动物好好相处。水獭家族伫咧公园草坡真快乐的耍，边仔大人甲囡仔摕出相机来翕相。水獭伫新加坡成功获得连续2年登上国际媒体版面，伫咧新加坡的网络也真红。最近因为疫情，大家拢无出门，水獭势力范围也对咧扩大，因走去购物中心外口踅，甚至踅入去病院大厅。虽然大部分的人对水獭拢真友善，不过道地传出因走去一个艺人开的水疗中心，食水池当中几啊条锦鲤，其中一条身价数万美金的金龙鱼了后，开始出现如何阻止因继续闹事的声音。The smooth-coated otter is a highly adaptable species. They can live in crevices along these concrete canals under buildings. They're big enough to catch the kind of fish that we find in the waterways. 有人主张用车搭把甲受灵庆子来行水獭，不过有人无了解为什么要安尼对付这么高水的动物。And also,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Singaporeans are very proud of having like something like a wild animals thing, so thriving in our environment and being so close to us. I think that's a bit extreme because,
we should be comfortable sharing our ecology and our spaces with other animals. After all, this is it's a natural habitat that we share with other creatures anyway. So calling for culls would be far too extreme. 就伫国界争论的时阵，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讲话咯，伊伫面册打出以前，希望水塔相片，呼吁大家应该甲动植物共存共荣。争议才停落来，未来新加坡也是能看到水塔活泼的身影。记者综合报道。关心东部的消息，目前花莲县立的图书馆因为已经真旧，运用的年限嘛到了。县府计划伫咧里来广场的大草坡顶新起一栋经费6亿外的新图书馆。啊，不过因为这答应过，拢互民众来伫咧举办活动、大操青，但嘛有人伫咧质问讲，经济的所在考虑敢有周全呢？这就是花莲县立文化局的里来广场，拢总有7800平方公尺的草皮，一直拢是花莲民众豪华踏青的场所。英国文化局计划要开6亿兴建的新图书馆，就选伫遮。我们旧的图书馆目前已经有37年的历史，而且0206之后震灾的关系，它本身结构上已经有一些不安定的状况。花莲县政府表示，新的图书总馆选址有2个所在，一处是旧的图书馆原址中间，一处是里来广场。会选伫里来广场兴建是考虑新旧馆搬迁甲营运等相关问题。因为新馆在建的时候，旧馆仍然可以营运。那新馆建完之后，旧馆相关的资料全部还有图书都搬过来新馆，旧馆再拆除。也毋过，里来广场一直拢是花莲民众豪华踏青，也是举办活动的场所。若讲牺牲这个市区的绿地，花莲民众拢感觉可惜。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宽广的地方，而且假日父母亲会带着小孩去那里玩。如果你这个地方盖下去，不但破坏环境，而且是水泥丛林。文化园区总面积37000平方公尺，目前有图书馆、石雕博物馆、演艺堂、美术馆，也有里来广场。文化局强调，最后选址的结果会伫6月7日依照设计师甲通报厂商的竞读结果来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现代人要读书讲起来真利便，大细册店满是。即马网络买册嘛，四常咱拢看会到，随时甲咱寄来厝内，都毋免2工咧啦。啊，讲去到图书馆要借册，你嘛毋免开半点钱呢。毋过英国旧时代，你讲要读一本书，讲起来无遐简单。毋只精讲硕士原文内底，原来伫咧劝解，咧提醒人讲，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即句话就是讲，你无论外高欠啦，趁偌济啦。积金千两，假使讲吼，你读书，尤其读好道理会贴。你若道理读会贴的时阵，有才调明解经书的时阵，比较讲你读到几亿，欠到几千万，日子是会加真好过。因为咱对册有了解，咱心内会当体会册所教咱的道理。你甲看，你甲看古早人对一本册真正是尊重。真正是保守，毋则讲读册都要读对倒位去，都要读落去八斗底呢。啊，你若无咧，若无册甲读落去八斗底，人过去时代咧嘛是说，我记得讲我细汉的时阵，阮老爸嘛安尼甲我念啦，讲你册读对骹只拼去，是啦。台湾话所讲的骹只拼这3字，汉字就是安尼写，中本地读册。劝人读册，就认字看得来写得去，册都要读落去八斗底，都要吸收，都要理解。因为册内底一字一句，拢有伊的道理，会当印做一本册，实在无简单啦。你来当明朗内底的诗句，明朗内底文章所要教咱的意思，一字就值千金，这确实有影。毋则讲，你若册无认真读，无读对八斗内底去吸收，你就是读对骹只拼去啦。啊，因为古早人确实对这个文字、对这个册真讲究，毋则会讲。咱纸头纸尾，若要拍客局的时阵，都要真正有气功，都要坐做伙面对面，甚至都要请中人，无大家拢捌字的时阵，爱请迄个捌字的来甲咱写一个甘愿字，写一个立约诗。即马大间公司、大间超级市场伫咧卖，嘛是客约拍好，才有发布新闻呢。所以客约就要紧，啊，毋则讲每一字每一句，咱若写落去，就是无改变。过去咱有一句话咧讲安怎呢？咧讲我所讲的话，亲像石站字，这3字就是表示咱庙林的连队安怎样刻对哦？庙林迄梁条，迄拢青豆石呢，就爱安尼
一字一字站落去青岛照顶头，那像照站字共款。毋则所以讲，我一言一语对所有观众朋友讲出来的话，我拢有信凭，我拢真正对心肝讲出来，讲出来就无改变。我这话比黄金较珍贵。毋则人即句话伫咧比论讲，安尼叫做照站字，就是对字、对字、对文章的保守。你讲看有影无？过来，咱来开讲共款图书馆的消息。宜兰东山乡遮一间水墨纪念图书馆，逐年拢会举办旧册互人领活动。今年有1200几本要报废的旧书，民众嘛拢真欢喜，赶紧来献来禀，要来做这旧书的新主人。一捆一捆塑好的册，就放伫咧宜兰东山乡阿索罗水墨纪念图书馆外口。远远看，经过民众搁也准讲，这是图书馆新引入来的册。毋过，这拢是人报废无爱滴的，真侪爱看册也无去嫌的大人囡仔，就拢专工来遮拣册。是他自己挑的，他平常就爱看书。对，我在找这个就是有关于社区经营的一些，社区经营的，跟电脑方面的。这册虽然年久过深，看起来真旧，不过为囡仔册、旅游册到名人传记，应有尽有。为着互资源会使重新搁再被利用，图书馆就收集这册，鼓励民众来拣。有的有88啦、84啊，有的有10年啊。今天现场应该有1000多，1200多。基本上我们1年会有一次。对时代改变，科技愈来愈发达，现此时纸本的册特别予3C 电子产品取代。图书馆希望这个旧册会使找到新主人，让更较侪人享受现册看书的快乐。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屏东新比遮一个青年农民林怡宏，本地时代就是伫咧种金蕉。伊为着要顶功夫顶会起，大学的时阵特别去读农业系，毕业了后，搁去金蕉研究所进修。伊嘛望讲会当创作出家己个人的新品牌，有品质的新金蕉。伫金蕉园里无用口草检查金蕉地啊，住伫屏东新比的少年农民林怡宏，今年才26岁。伊为着要互消费者食到通安心，专采用天然的草生栽培。自己种的香蕉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因为我很少使用化学肥，都采用自己的有机肥下去灌溉施撒，几乎没有用过杀草剂，消费者吃起来说口感比较香 Q 又比较甜。林怡宏从细汉就对时大人种金蕉，读册放假时，同学拢去唱歌、看电影，敢若伊拢去踮园里做事，而且伊也充实知识。希望通种出和人无共款的金蕉。我大学就选择农业学校屏科大就读，然后毕业后去香蕉研究所实习新蕉农的计划，实习完后套用在自己的香蕉园上，然后采用那个有机无毒产销履历的认证方式下去种植，现在都有跟那个超市量贩店配合。林怡宏虽然少岁，种金蕉的经验却超过15年，伊希望未来会使打造家己的品牌。含侪优质，同齐拍拼，互屏东金蕉的好名声透到全台湾，销到全世界。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台南市私立育德工家这间学校，为着要加强学生驶无人机的技术和修理无人机的能力，特别去采买一只美国迄边退休的无人机。这也是全台湾各学校飞机修护科内底唯一一只严谨还佫芳会行的教学设备。咱做伙来看卖。普罗佩拉机师的零件，也有航空灯运转拢正常。伫咧厂房内底准备修理飞行机的人，是伫咧台南市私立育德工家的飞机修护科的学生。育德工家特别学这台美国西斯纳172型的飞行机，就是想要让学生有实际演练的机会。这也是全台湾飞机修护科教学飞行机内底唯一一台设备上介完整、演练有法度旁叮当的教学设备。这个是飞美国大峡谷的飞机。刚好厨艺我们刚好把它采购过来。它各操纵系统、飞行操纵系统以及灯光系统都是正常的。那在这方面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同学呢，在各项比赛
还有在飞机的食物上360度检查、飞行前检查、飞行后检查呢，都能够呢学习到呢实际上的运用。台南市育着公家飞机修复科有航空馆、修理厂，也有机能鉴定的场地，是南部专门提供现代航空科技知识的教学环境。即阵也会使接受餐饮科，也有时尚造型科的学生，伫咧飞行机送餐甲空服员相关的专业训练。对于这个专业领域上会比别人更有知识一点。有着公家的校长表示，即阵已经依照民用航空法、无人飞行机的管理办法，设立考相关证照的课程，也甲正变做是训练的场地。学生会使伫咧学校就先甲民用、军事，也有科技航空等等，加含航空产业相关的学问先学起来，替未来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下广播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29度到34度，中部30度到34度，南部30度到34度，东部29度到33度，金马平湖27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明仔载咱再会。我说文白英呐，空柱想爱甲高亢。我说文白英呐，我说拄着小林爱小心。七早八早去办理。哎呦，林先生讲要去唱哪？你今天考袂到。我说文白英呐，不是啦。每礼拜四、拜五暗时8点，欢迎收看公司台语台，画山画水画玲珑。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今仔日心情歹，话无想要讲伤济，直接讲重点。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受气。受气汉字写作受气，罗马字写作思忧受，可以气。受第7条，气第3条。受气，嘛有人讲上气，无共听到的受气，嘛有无共的意思。较接听到的像袂爽、气噗噗、气心劳命、规巴肚火，还是气甲手长目角，拢有人讲。受气的时阵，除了家己伫遐吸气，大部分的人拢会气性地、发性地，还是塞性地。较严重的，有时会掠讲。像我细汉的时阵，阿母甲我讲过吼，莫卡袂着，就伫遐洗性地。毋则我若受气的时阵，就会直接掠讲。咱会当为受气的人的五官，还是伊的动作，知影伊咧受气。像气甲转伊转倒，气甲甲人引，甲人青，甲人骂，甲人叫。对人歹嘴，还是甲人冤家相骂、相拍、相抢、相争，甚至举刀相抬、举枪相弹，创甲爱警察来处理，安尼代志就大条啊！当讲气死也无伤，这句俗语是咧考劝人唔通受气，较袂伤身体。无，若真正气死是真唔得。还有一句俗语。见笑转受气，这句的意思是讲，因为见笑惊人甲笑，煞颠倒家己先受气。例如受气、气噗噗、
气身老命，手长目杠，使性地气势严无伤，见效当受气。真济医学研究拢有讲，受气对身体足歹。不过，若有无欢喜的代志，嘛是爱好好讲，讲出来较健康。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